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3月20，箴言28篇19節安尼講：正做的人有教業的美娘，地球空空無價值的事，會得到善車。三個來祈禱，愛願溫群來富足，無求浮華來善車的天父，願感謝你，主啊，你是阮的避難所，你是阮的盾牌，你是阮的關台，你是阮心靈安穩的所在。主啊，阮要投靠佇你，阮要美佇你的膝骨下，通得安然自在。主啊，你用信實建立阮，你用慈愛充滿阮。感謝你用無盡的聽來聽阮。主啊，感謝你賞賜阮生命的機會，通透過工作來榮耀你。主啊，阮有時會亞懶，迄時失去動力，總是你愛阮倚靠你來定心得到快樂，安尼阮通親像正做的人，有教業的美娘，若是追求空空無價值的事，會得到善車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